不好意思，各位观众哦，那个如果没有位置的话，今天这边可以坐了，这边可以坐，这边直接坐，对对，没关系，因为有个腿很短，坐不到。我刚刚有扫地，好了，难得来到三峡这边，这边很漂亮的，我第一次来，好了，我讲完了。好，那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第二首歌，这个歌啊是有故事的。这首歌的创作人就是这两位，就让他们自己来说一下这首歌的是如何出生的，为什么我没有在场？都不打断。你先讲哦。这首歌，这首歌我先讲，我是爸爸，他是妈妈。我是孩子。而且你长大了。哪里？就是在大概10多年前，也没那么久了。对，我们两个那时候在一个台湾族的部落，然后他们旁边有一条河流，河流因为河水会泛滥，就会有那个河堤这样，我们常常去河堤那边唱歌这样。有一次的晚上，月亮特别的大到那个旁边有一圈这样，那个叫月晕嘛，俗称月晕这样子。可是当地的老人家他们不会讲月晕这个字。他就跟我们说，这个你看这个月亮的乳晕这样子，乳晕啊，他不会讲月晕，他就讲月亮的乳晕这样子。然后大概是这样，就是当有月晕出现的时候，老人家会说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会发生很大的事情，可是不知道是好是坏这样。我们就把这首歌曲用比较轻松的方式把它唱出来。这没有任何色情成分存在，我先保证，就是纯粹乳晕嘛，大家都有了。我好紧张，我讲这里。大家可以听听看我的唱歌。月亮的乳晕。I'll be